蔡先生带领印度道亲呢，在成功大学博士后研究了呢，来参观神元山庄义和圣堂，参加礼5级功，用英文来介绍。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弥勒祖师。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在台南艺术大学到西边，靠近南乐高。现在中华民国101年农历2月几号了？国历3月4号了。东边的是正殿元帅，是尊老大人的公子；西边的是正殿将军，正前方有义和圣堂众志爱心会。这边今天每个月第1个礼拜天，通常有学界的活动、教育班。